台北市东区有一间老字号的餐厅，过年后要收大关门咯。这间是已经开41年，专门咧卖江浙菜的老店永福楼，老顾客真唔甘。电话直接无停，拢是老顾客。赶伫天业进前食最后一届，东区有名江浙菜老店永福楼开41档，卖卡要租金贵，决定伫旧年年后2月24关店。起码30年有了，不舍，那让老板继续开啊。过去的黄金地段无趁钱，嘛无啥物奇怪。在东区商圈在这几年来的这个越来越萧条，那人气跟买气都不如以往。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房租是不是有调降的可能性？因此跟房东进行了协商，但是最后很遗憾的，双方无法达成共识。东区即卖租金上过一平3万以上，算永福楼一个月租金大概200-300万。但是东区近期受到西门町甲信义区的影响，生意不如往年。不管是台北101啊，或者是现在开幕的这个南山广场都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消费族群往这边移动。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也有部分的这年轻族群是往西区或者是观光客往西区移动的这个趋势。过去一寡有名的精品店，陆续拢退出东区，另外找所在，但是租金悬，设计的人少，愿意提钱出来人阁愈少，搁再安尼落去，这东区恐惊会愈冷清愈稀微。